就字共12筆。第一筆點，第二筆橫，第三筆豎，第四筆橫接，第五筆橫，第六筆豎勾，第七筆撇，第八筆點，第九筆橫，第十筆撇，第11筆豎彎勾，第12筆點。左右列球。就的字義：湊近、靠近、避難就易。就着燈看書。到，從時，開始進入，就為，就業，就寢，就淫，就睡，就醫。高就。依照現有情況或趁着當前的便利，順便，就近，就便，就事論事。就的詞性分類解釋：動詞，成功，完成；如，造就人才，功成名就。唐，魏徵述懷詩，縱橫計不就，慷慨致猶存。從時。如，就職，就業。水滸傳第41回，科舉不第，戲文就無。趨近，靠近。如，避重就輕，就近照顧。易經，乾卦，文言曰：水流濕，火就草。唐，孟浩然過故人莊師，待到重陽日，還來就菊花。因集。如，因陋就簡。晉，張華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表，是以一皆因就，不敢有所改易。依順，依從。如，遷就，半推半就。水滸傳第23回，武松把半截棒丟在一邊，兩隻手就勢把大松頂花皮吉地抽住。副詞，即刻，馬上，表示事情或動作很快就要發生。如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就來，一會兒就知道了。只，緊。如，就剩下這一個了，表示肯定。如，這就對了，那就是他家。早已。如，一個鐘頭前，我就來了。偏，偏偏。如，我就不信我做不來。代詞，此，其。唐，白居易霓裳羽衣歌，千歌百舞不可數，就中最愛霓裳舞。介詞，依照。如，就事論事，就原來的規劃加以調整。練詞，表承接、選擇、讓步等關係之詞。如，遇到紅燈，就得停下來。一到家，就去休息了。你不同意，那就算了。縱使，即使。如，你就不說，我也知道。儒林外史第2回，若是不進學，就到80歲，
也還稱少有。